李松基。我係阮玉橋。我係劉家寶。我係林文偉。我係高曉儀。我係阮愛武。我係梁普宇。我係譚寶蓉。我係張文歡。我哋同心協進會係來自長期為澳門服務嘅基層團體同埋專業團體。過去一段極好長嘅時間，我哋都為咗澳門工薪階層嘅權利而不斷奮鬥，為咗澳門人嘅福祉，我哋不斷努力。喺監察政府施政嘅當中，我哋亦都盡責履行職責。未來，我哋參與立法會嘅選舉，我哋將會從3方面去落實我哋嘅政綱同埋我哋嘅理念。首先，我哋要做嘅係確保澳門人嘅就業、安居、養老保障。呢個將會係我哋喺維護澳門人嘅權利裏邊嘅一個主線，大家認為應唔應該啊？多謝大家。喺呢一方面，我哋會要求政府確保本地人嘅就業，同時要投入資源，為本地人嘅培訓同埋提升同埋素質嘅增值，令到我哋嘅澳門人能夠有條件確保工作職位，同時可以具條件繼續晉升。而喺另一個方面，我哋要求政府要完善外勞輸入嘅政策，確保輸入同監督嘅堅決同埋透明以及公正。另一個方面，必須有力遏止黑工泛濫。喺完成咗就業嘅工作之外，我哋會為澳門人嘅居住問題督促政府全面落實公共房屋嘅興建計劃，提升有關公共房屋申請嘅入息限制嘅上限。同時，我哋要求政府要確保澳門嘅房地產嘅市道唔能夠再俾炒賣嘅風氣，令到我哋澳門嘅居民嘅居住同埋經營成本增加。所以我哋堅決要求政府終止置業移民嘅政策，確保大家嘅居住能夠可以安居。除咗安居樂業之外，我哋更加要嘅係落實我哋澳門人長期到晚年嘅保障。喺呢一度，我哋會全力推動政府盡快落實雙層社會保障制度，等我哋長期為澳門人、為澳門嘅建設而作出努力嘅人，喺晚年嘅時候有一個安居以及養老嘅環境同埋條件。所以，我哋將會確保社會保障制度向澳門全澳居民開放。喺我哋確保澳門居民嘅權利嘅同時，我哋知道澳門已經回歸10年，政府嘅施政亦都應該要再作進一步嘅提升。所以未來我哋一定會更盡力咁樣履行我哋對政府嘅監督嘅工作，希望推動政府有效改革公共行政，提升政府嘅公共行政運作嘅效率，同時
必須要推動政府建立良好嘅運作機制，特別係要建立問責制度，以及合理咁樣制衡政府高層彈性決策嘅裁量權。我哋要推動政府一切嘅決策必須以民為本，以我哋澳門廣大嘅居民嘅利益作為我哋嘅依歸。其次嘅係，我哋大家都希望澳門嘅未來能夠更加朝住民主法治嘅社會去發展，所以我哋亦都會要求政府盡快推動民主政制嘅探討同埋諮詢，同時要完善澳門嘅法律制度，以及提升司法效率，確保我哋嘅下一代有更好嘅環境同埋未來更好嘅前景。要實現呢啲目標，我哋必須得到大家嘅支持。我相信喺你哋嘅支持下，我哋一定可以做到嘅。我哋點解要同心啊？因為我哋有共同嘅目標，同心一齊建好我哋嘅澳門。我哋為嘅係安居樂業，同心同心。同心需要你嘅支持，好，同心，上下一心，同心同德，合意必得，同心合力，勢正兩力，同心同心，我哋要你嘅支持，請投第12組，同心一票。喺未來嘅日子裏邊，除咗公開嘅宣傳之外，我哋要確保兩席，就有賴大家盡力去推動我哋身邊所有嘅朋友去支持同心，為第12組去投出佢哋神聖嘅一票。立法會勞工階層嘅聲音、基層嘅聲音，的確係太少。為咗我哋澳門嘅未來，我希望大家喺未來嘅日子裏邊可以多走一步，跟進努力，為同心繼續奮鬥。同心同心，上下一心，同心同德，合意必得，同心合力，勢正兩力，同心同心。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請投第12組，同心一票。同心同德，上下一心，同心同德，合意必得，同心合力，勢正兩力。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請投第12組，同心。